나고는 범지라 처쳐요. 아우 그 당으로 붙여 전투노 노년스도 주등하는 그 토마르기 삼치. 그때 소서 그 공방하는 내가 퇴버스 되고.真的马来西亚，真的马那一条西沙马人这里。是啊，因为我喜欢，反而我觉得那些经历丰富了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奇米时间》。今天我们继续推出藏地影像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藏族著名女演员德基。德基，我们知道您最近是在忙这个新电影《318号公路》的公益宣传工作，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康巴卫视《奇米时间》，欢迎您。 见到司机同志，请你停车。在北京，真怀念和姐妹们一块背水的日子，多快乐呀！你偷看，我找你偷看。现在这样没别，超短把穷穷些年。 或者老年老就头，背后下个冷气当不一把人。老姐怎么着超顿出，莫拉刚刚忙不吃药。村东还忙找也干地头，根据银行些别不门的，就是人当忙找也干里忙不加油。我们呢，或者超顿把得几年。 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康定电影《贡嘎绕》的首映礼上，那么1年过去了，你又迎来了自己的新电影《318号公路》。首先要祝贺你，同时我们也希望你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电影当中担任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318公路这部电影大概讲的就是2个女孩，2个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女孩。 不同民族、不同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事，但是同时又遇到情感上的挫折，然后在318旅行的路上相遇，继而发生的一些故事。我们也非常期待。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高产的女演员吗？还好吧。我就是近些年来拍摄的这个进度和这个速度。 我还是挺适应，也比较适合我。每年2部、3部，每年2部、3部，在我们看来还是高产呀。还好，还好啊。你觉得这种节奏还可以加快呢，还是就刚好呢？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节奏，比较适应，因为。 每次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前期的准备啊，去体验生活，这种时间比较充足，然后更有力去表达这个人物和角色。历届呢，제도电比随从阿瓦克的线啦，中央多个合唱的特线。 每这些把差别那把当相差点别差不在了点，还就是拉长情绪当样的感情在一，连他说容易超越。同志，同志，下车。 你懂这是了，老年刚会演杂技拉点的，历史机搞这是别老年你听着背后下个头了，老年的那样
罗年节在这重新结别连着同步突发的。这样下干的联系了从那让个独立的特别开了系列。大不伦人家里的这个角色，这是你的第一个女一号。这是我的处女作，我第一次就是拍电影，也是我第一次当女主角。开头开得挺好的，然后自从那个以后，基本上一直都是演的是女主角，我也很荣幸。2014年，你凭借这个《甘南情歌》这部电影获得了百合奖。对，现在回想起这个荣誉，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我很荣幸哈，能为咱们民族第一个拿到一个这样的影后。但是回想起，对于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吧，我还是就是认真的拍戏。但是这个奖项呢，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对于我的一个鼓励，也是这么多年北漂生活，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大家对我的一个认可。你觉得藏族第一位获得这个奖的人，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说是压力也有一点吧，主要是看你的心态，所以我得要更加努力嘛。14年拿的是百合奖，最佳女演员，然后我就继续努力啊。不是14年的下半年吧，跟着五彩神剑跟万导合作的去了金爵奖，然后又是继续努力。16年，德兰拿的金爵奖，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不能说是有了这些小小的肯定你就自足，我还是觉得要继续努力。那你觉得获得这个奖之后，对你职业生涯来说有变化吗？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就认真的拍戏嘛，希望有更多不一样的咱们民族的电影，希望给大家展示很多丰富的题材也好，就是角色也好，有更多不一样的作品展现给大家吧。第马次，电视超多能就别龙年，且家这部也不别，高就也别上海家是也龙年的挫折，龙年成了地就下个能当不当。龙年三里外车的结巴，高就也别北京家是也留在龙年在过着，且也不也当就龙年来当不马子。中国插些年，家是也年龄留在龙年成的错能的就不别。我也不是出幽默，这点第一节正在咱们呢联系了从哪连他们也拖把西马印。觉得获得这些奖之前的演艺之路是什么样的呢？哎呀，这个太丰富了。就比如说吧，我刚刚毕业，然后我就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租完了以后我就去剧组拍戏去了，然后中途就是该要交房租的时候。不好意思给家里开口，因为我也给家里承诺了，就是说，我要有了自己的工作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援助我了。我也是在学会独立，学会自力更生。然后正好我们发工资的时间和这个交房租的时间，中间就是差了那么个1-2天吧。我们的工资就是延后了嘛，结果那个中介公司那边就直接就把我的那个东西全都不知道弄哪里去了。我叫朋友去拿的时候，他说全都没有了，已经租给别人了，说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一回到北京，我从剧组就一个箱子，什么也没有。遇到这种类似的困难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低头吗？没有，你想想啊，我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箱子都没放就拿。我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阻挡我去追求梦想的一个理由，我都做好准备了。我选择演员这份职业的时候，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所有的这些艰辛，可以就是考验我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个热爱吧。因为我喜欢，反而我觉得那些经历丰富了我。대랑치 아장이 더 볼란다. 니히가 그냥 산주 멍성들이. 니 두즈가 양다 치아자 토송한다.
아자 치치고 뭐 담에 놓쳐. 지체들 건드기 해내래. 이 못하지 말래 나 못하고 싶지 还有16天。我想要个我。你走。 야, 저 놈지. 안 앉혀서죠. 아니, 좀 봐가 돼. 다반주 또 나 제때 늦었대네 매도. Chodo la gawi Tommy Pond yi la jiang de xi la chodun je long bu to nyang ba mi bi ni dun xi cha yo. Ni dun de de ni deng de xue ba ri. Di ji mo cha bi lo ni nong ge man ta da ne mo cha long xiong wei lian bang de zhe yo. 我特别想了解你的是，就是，当生活中的你，面对镜头上的你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生活当中的我自己，面对镜头当中的我，不敢看。为什么呢？就是很奇怪哦，尤其是我第一次，拍电影，我的第一部电影《拉不得人家》的时候，在电影频道播，然后到我们朋友家里去，很隆重，哎呀。 做了很多好吃的，大家一直在那看，但是我就很不自在，我好害羞，我不知道为什么，天生的就是。现在倒是好一些，当时我真的想找个洞钻进去，我就，这个话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怎么不可以那样说呢？当时应该这样子，哎呀，怎么镜头面前这样，就总是找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就特别不好意思。但后来慢慢就习惯了，你在慢慢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 想的问题有变化，原来想的是好不好看，就很肤浅，很浅薄。但现在就是，看的就是，比如说专业性的，就很客观，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荧屏上的工作人的一种心智上的成熟吧。从不接受自己的这种不足，到慢慢能够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的不足了。就。 跟原来刚刚开始比起来的话，就心理上有一些，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嘛，去客观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文爸，干嘛？你骑这匹马？骑马？这马老实。不是，我从来没骑过马呀。你男的，爬上马背就会骑了。元爸。 文爸，你怎么样？没事吧？你去摔试试。你过河，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不是有意的，我着急嘛。哎呀，你。托马年成那个让了大木婆婆里，让个门洞塞起吧，点上炒杂香茶点来，一切点不有比吧。 李希基罗这一人个都留了店里，擦拢胸当中心有。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次就严重了。周哥，有事吗？阿公公婆让我跟他们一起学习，请你们多文件打对。你也想当赤脚医生？对啊。对不起，我这里不收女学员。你不是不收女学员，你是不收我吧？阿公公婆让我来的。你果然真的吗？这不，我到那就看你们个送，就送，送呀，送呀，送呀。回忆这么近10年的表演生涯，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表演当中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
哎呦，这个不敢骄傲，真的不敢骄傲。就是可能是每个人的状态和心态不一样吧。我没办法骄傲，因为我要塑造完一个角色，我还要继续塑造下一个角色，我没有时间去骄傲或者是去炫耀。跟这个比起来，我更注重的是我怎么去突破我自己，怎么去更进一步的去完善我自己和我要扮演的这个角色。在这个表演当中，你觉得你能得到的是什么？快乐，因为我热爱表演，所以我真的很快乐。虽然在大家看来，就有些，就比如说像刚才这种拍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哈，比如说像德兰，穿的衣服都是上世纪的衣服，然后为了这个效果，都是从上世纪那些祖辈们穿下的衣服，然后他们都是放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很久没有动，但是正常情况下觉得，哎呦，这何必的，这衣服哈，这些卫生啊，但是穿的时候很兴奋。拍摄的时候条件也艰苦，真的没饭吃啊，然后又害怕身体跟不上，就吃一个苹果，吃着吃着胃都酸了，实在是没办法，偷偷偶尔塞2颗糌粑吃。就比如说普通人的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人生，但是我们演员的一辈子绝对不是一个人生，有很多个不一样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나나고는 범지라 처트요. 하고 그 당으로 고쳐와 천투노 노년스도 주등하는 그 토마르기 삼치기. 그때 소서 그 공방하는 내가 퇴버스 될 때고. 근데 말했어. 내가 만약에 저 희사 말이 들리. 热爱吧，因为我喜欢，反而我觉得那些经历丰富了我。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你在去表演一个角色，然后去体验这种过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呢？就是放空啊，放空自己，就是直接到那个故事发生地和环境下去生活一下。就比如说德兰就是这样的，我们就导演把我们放到那里，我们就他也不管，反正吃饭的时候我们去吃个饭，就跟着村子里面的人去生活。看他们怎么生活的，就是然后同时就是在挖掘他们的内心和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直接放到那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你是一名藏族演员，很多人觉得就是藏族演员演藏族题材的电影是有一定优势的，你认可这个吗？一半吧。我觉得我是一个藏族演员，跟其他民族的演员比起来，我表达这个藏族的人物和角色，饰演藏族的这种角色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就说一半的原因在哪里呢？很多人都觉得，你是藏族演员吗？演一个藏族角色的话，就觉得是应该的。你每一个演员要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要表达的这个角色，你要演好，那当然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藏族自古以来就只有我这一种人吧，对吧？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经历。藏区也那么大，这一点，我也在思考。我觉得不能完全这么说吧，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因为这个优势也忽略了我们的演技。比如说现在我拍德兰、五彩神剑也好，318也好，赣南情歌、大不人家，全部都是不一样的藏族女孩。我也需要去创作，也需要去分析人物。他表达的是不同的藏族人，并不是我德基一个人。贴上这个标签之后，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特色吧。那你觉得打破这个局限需要自己加强的有什么呢？打破这个局限就需要自己努力，光自己努力也不行。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一个创作，是整个团队的一个创作。那既然这样的时候，我愿意突破的时候，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一个导演呀、创作团队啊，能接受我这样的一个就是演员。我很希望
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选择这个角色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标准呢？你喜欢演哪一类，或者说比较拒绝哪一类角色？离我自己越远越好吧。对自己有挑战性，然后对演技有突破的，我就比较喜欢。你有没有这种具体的？我想表演一个什么？比如说，我很想演一个特别酷的一个枪战片呀之类的。对，也很想拍一些很柔美的古装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观众熟悉你都是通过荧屏、通过电影熟悉的。在电影当中，你是一个美丽、勤劳，然后智慧这样一个角色的这种形象。那么在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生活当中的我就很随意吧，就对于生活健康，然后对于工作积极向上。但是当下我就是除了拍戏，做好我的工作以外，我希望我能多陪一下我的父母。等我长大了、懂事了，发现我父母已经很老了，尤其是比如说像今年过年回家，我就顿时感觉，哎呀，比原来更老了。然后言语上也好，行动上也好，他们就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所以我觉得，除了工作以外，我当下就很希望多陪陪自己的父母。在家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朋友都说我这个人好搞笑，就是娇生惯养，说是家里最小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最小的原因吧。就我一见到妈妈，我就跟普通朋友不一样，我就特喜欢跟妈妈撒娇。对，就是大家看到的我是一个特别，就好多人说我特别比较独立啊，比较独立。但是在爸妈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就是就完全是就跟孩子一样，就跟生活当中的和工作当中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一面也是你只有家里人或者说父母才能看到这一面，估计父母才能看。面对镜头，如果说要向你的父母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想跟父母说的是，你们的女儿长大了，她已经可以自力更生，然后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可以独立的生活，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我在外面过得很好，希望你们注意身体，不用为我担心，我会继续努力。他们其实看到我们今天的采访，他们也会很欣慰的。我希望他们这么想，我真的希望他们这么想。我们知道你是来自我们美丽的四川阿坝，那么对于反映我们你的家乡以及这个藏族题材的电影，你有什么期望呢？我很希望能有一部电影展现我们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拍了这么多年戏，我还从来没有在我的阿坝故乡拍过戏，就是希望有更多不一样的类型的题材，不一样的导演，不一样的编剧，不一样的创作团队出现。也希望我自己能在我的故乡拍一部就是展现家乡的风土人情和表达藏民族的人文，表达藏民族的价值，藏民族的生活也好，风景也好，希望有意义、有价值的民族电影展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展现在世界各地。